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7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，出埃及记24章第1节到11节，罗马书15章22节到3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约。现代人签约总是会签订一式两份，因为双方都必须要留底，这是约的记号或是说保证。无论是政治上的备忘录啊、签订协议啊、商业上的合约啊，都是类似这样的处理操作。基督信仰从旧约到新约，就是以约为基础来作为圣经记载。但是比较特别的是，圣经里面谈到的约跟平常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人们已经得到了恩典，上帝才与人立约，并且约定的双方所付出的是非常的不平衡的。上帝已经赐给了亚伯拉罕儿子，然后才与他立约割礼。上帝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到达了西乃山，上帝才与他们立约。出埃及记24章第1节到11节记载了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经过。经文说到约的印记，上帝对摩西说：“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连同70个以色列的领袖，要上山到我这里来。你们还在远处的时候就要下拜，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到我跟前，其余的人不可以靠近，人民都不可跟你上山。”摩西下山向人民陈述上主一切的命令和规例，全体人民同声回答：上主所吩咐的一切的话，我们一定遵行。摩西把上主的命令一一写下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在山脚筑了一座祭坛，并树立了12根的石柱，每一个石柱代表以色列12支族的一族。然后他差派一些年轻人向上主献牲畜，作为烧化祭和平安祭。摩西把牲畜的血一半盛在盆里，另一半洒在祭坛上，然后向人民大声宣读书里所记载上主的命令。人民都说：上主所吩咐一切的命令，我们愿意顺从遵行。于是摩西拿盆里的血洒在人民身上，说：这血是上主依照他的诫命和你们所立约的印记。见了以色列的上帝，在他脚下仿佛有蓝宝石的葡萄，像天空一样的蓝。上帝并没有伤害这些以色列的领袖，他们瞻望上帝，他们一起吃，一起喝。上帝施恩赐福给以色列人，给亚伯拉罕，只要求他们遵行他的命令而行，就应许要赐福给他们。保罗一直希望能够造访罗马，即便是如此，保罗仍然惦记着耶路撒冷教穷困的信徒，也因着马其顿教会和亚该亚教会基督徒的心志
和约定，好像在福音上他们欠了债，一定要去还一样。其实这个就是约定的精神，既然立了约了，就要如同偿还的债一样，就必定要去执行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书信，罗马书15章22节到33节的当中，他提到，保罗计划访问罗马，可是我多次遇到阻挠，不能够到你们那里去。到现在我既然已经完成了这一带的工作，而且多年来一直想去访问你们，我希望现在就去，在我往西班牙去的途中，顺便去看你们，在你们那里欢聚一些时候，然后让你们帮我成行。可是为了接济信徒的事，我现在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马其顿和亚干亚教会乐意捐出一笔钱，来帮助耶路撒冷信徒当中穷苦的人们。这固然是他们乐意做的，事实上也是他们的义务。既然犹太基督徒让外邦人分享属灵的恩赐，外邦人也应该在物质上帮助他们。等我办完了这件事，把他们所募捐的钱都交付清楚以后，我就要去到你们那里，到西班牙去。我知道我去探望你们的时候，也要把基督丰富的恩典带给你们。弟兄姐妹们，凭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又凭借着圣灵所赐的爱心，我请求你们为着我的缘故，跟我一起恳切的祈求，使我不至于受到犹太那些不信的人的危害，又使我在耶路撒冷办理的救济工作得到信徒的满意。上帝若准许，我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去看你们，在你们当中休息一些时候。愿赐平安的上帝与你们各位同在。阿们。前往罗马其实不只是保罗的心愿计划，严格来说也是他与罗马教会的约定。虽然计划一直被改变，我们说圣灵或是上帝的改变，但是最终他还是去了，在第4次啊。所以约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基督徒就是约的门徒，不执行是不行的。诗篇111篇，要赞美上主，我要一心一意感谢上主，在他正直子民聚会中感谢他。上主的作为多么奇妙，凡喜爱他的人都愿意明白。他的作为充满尊荣威严，他的公义永垂不朽。上主不使我们忘了他所行的奇事，他有恩慈，充满怜悯，他赐食物给敬畏他的人，他永远记住他所立的约，他向他的子民显示大能，把异族的土地赐给他们，他一切的作为都信实公正，他的诫命确实可靠，他的命令永远有效，按照信实与公义奠立，他救赎他的子民，与他们立永久的约。他神圣可畏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。
他赐明智给遵行命令的人，他应该永远受颂赞。谢谢主施恩赐福给我们，并与我们立约，要保守看顾我们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实践者，成为约的忠心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